我兩個小朋友平時都有上網睇開呢個劇場嘅，咁係未見過真實咁樣睇嗰個劇場啦，所以我就特登幫佢報咗呢度咯，因為佢兩個都好中意睇嘅。我最中意嘅係朱小妹，因為佢做嘅嘢好搞笑。我最中意嘅係楊太太，因為佢有一個魔法咒語。為慶祝雪糕山下的森林布偶劇開播3年，宣明會聯同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合辦森林開放日，邀請咗一班粉絲嚟參加，當然唔少得幾位主角森林朋友啦。Happy birthday to 雪糕山森林 ，Happy birthday to 雪糕山森林。等我再用我啲魔法變成各種水果啦 ！Supercali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。我哋鼓勵小朋友參與其中，希望呢次活動成為小朋友發光發亮嘅舞台。唔過嚟呢啲旗仔度啦！各位來賓，你哋又知唔知啊？點解會參加呢？其實係因為好難得會有家長坐喺禮堂睇住我哋喺台上嘅演出。咁你又點解會參加呢個活動呢？因為好榮幸咧，今次呢個活動咧就揀咗我小朋友做司儀嘅，咁我就好想睇下佢嘅表現係點，同埋我覺得呢個活動都好有意義，所以我就同佢一齊參與。小小的燭光，一閃一閃啊！小小的燭光，一閃一閃啊！我哋更希望透過布偶劇，讓小朋友知道自己都可以成為一點燭光，照亮世界上有需要嘅人。喺香港學生實在太富庶啦，好多資源佢自己身上面都可以擁有得到，咁反而係讓到佢哋放眼世界，認識呢個世界有啲地方有不足嘅地方，從而佢哋用行動去支援有需要嘅人士，令到佢哋能夠助人自助啦，甚至乎咧用一個同理心去關心身邊嘅人。讓佢哋咧知道呢個世界有唔同嘅議題，例如保護環境啦，或者貧窮啊等等。小朋友咧可以知道，原來自己咧年紀好細，不過佢哋都係別人嘅一點燭光。我哋集合咗啲燭光咧，係可以幫助到好多人嘅。雪糕山下的森林嚟緊，仲有更多親子活動等緊你。留言想知，我哋就會俾更多資訊你㗎喇。仲有啊！如果唔想錯過我哋嘅影片，就立即訂閱香港世界宣明會嘅頻道，再撳埋個叮叮鐘。我哋下集見啦！